我哋咧係好熱烈歡迎證監會嘅主席，咁咧就同我哋咧為全球投資者對話系列咧就係揭開序幕。我哋歡迎係黃天佑博士。陳茂波司長、Eddie 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早晨！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一個同國際投資者對話嘅論壇。咁呢個呢係國際金融領袖峰會最後一個活動，但係當然唔係最小型或者最細最唔重要啦。咁今日呢，就係自從疫情後第4屆啦。咁我哋全球嘅挑戰呢不斷演變，香港呢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係繼續強韌嘅。咁啊，今年嘅主題呢，就係點樣係克服改變，駕馭變局，砥礪前行。咁雖然全球有好多改變啦，但係咧在座嘅一啲頂尖嘅投資領袖嘅集體智慧咧，其實係好重要，幫助我哋咧係去面對今日咧係地震式嘅改變啊！咁你哋嘅專業知識喺宏觀科技啊、另類投資嗰方面呢，係幫我哋可以駕馭今日嘅複雜情況，讓我哋可以繼續前行。咁一方面呢，而家市場係需求咧更謹慎啦，地緣政治嘅零碎性越嚟越高嘅債務、科技嘅顛覆，仲有集中度嘅風險咧，全部咧都係對於我哋嘅韌力咧係施壓。另外一方面呢，亦都係有機會係存在嘅喎。咁當然啦，冇嘢，即係如果唔冒險嘅話，就唔會有任何嘅得着㗎。咁所以多樣化咧就變咗越嚟越重要啦。我哋要喺唔同嘅區域咧、唔同嘅資產類別咧係分散風險。咁呢個咧亦都可以交付到穩定性同埋表現嘅。呢個策略咧，就算喺不明確嘅時間咧，都可以繼續保持強勁。咁喺呢一個全球多樣化嘅浪潮咧，亞洲嘅市場係發光發亮嘅。作為一個軸心同埋維持佢嘅韌性，可以提供增長嘅明確性，同埋咧就係幫投資者做到有效嘅對沖。咁同樣啦 ，IMF 最近呢，就係估計亞洲咧會係最大而且係最好嘅今年嘅全球經濟增長嘅驅動，仲有明年都係嚇。咁喺香港咧，我哋就係確保我哋嘅資本市場咧可以奠下一個卓越嘅標準啊，為亞洲嘅卓越。作為資金嘅市場監管者咧，證監會咧係維持堅定一個好清晰嘅使命，就係維護同埋提升香港作為領先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我哋好堅定咧，係要執行有效嘅監管，通過我哋咧係2個特別嘅授權，就係維持我哋嘅執行啦，同埋咧係促進發展。咁香港亦都有個責任咧，要提升我哋嘅市場表現同埋財富創造嘅能力。我哋同其他監管機構，連同金管局啦，譬如話一齊合作，保護投資者，建立全球嘅信任。咁今年呢，進展係非常之強，非常之強勁，尤其是喺資產同埋財富管理，我哋支持增長就係通過一個更加豐富嘅產品嘅環境，同埋更加多嘅同唔同市場嘅聯繫。咁我哋推動創新，透過代幣化同埋係數字數碼嘅資產，同時亦都係維持咧係喺國際標準上面我哋嘅堅定嘅遵守同埋係信任啦嚇。咁更加重要咧就係同全球持份者嘅合作，令我哋嘅使命同埋成就咧係可行嘅。今年國際投資者咧顯示咗對於香港有更新嘅信心啦。咁因為香港係一個領先嘅門戶啦，去到中國嗰啲之前喺度觀望嘅咧，而家翻嚟啦，佢哋已經準備好咧係共享大中華市場嘅非常之大嘅紅利。咁作為亞洲第一位嘅金融中心，我哋城市咧係繼續咧喺全球 IPO 嘅排行榜上面咧排名第一。今年我哋完成咗世界上一啲最大型嘅 IPO， 吸引咗一啲頂尖嘅主權基金同埋係機構投資者。咁我哋募資嘅數額咧就係按年同比係超過3倍。咁呢個見證咗我哋嘅上市平台嘅效率。作為一個有生命力嘅資產同埋財富管理嘅樞紐，我哋嘅 AUM 咧係喺過去10年咧係翻咗一番㗎啦。咁啊，我哋嘅資金係增長得非常之強勁。咁呢個展示咗我哋咧就係無可比美嘅中國內地市場嗰個准入。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對香港世界級嘅金融界
態同埋監管框架咧係有非常強嘅信心啦。咁我哋會繼續係喺呢一個咁強嘅勢頭上面咧，繼續解鎖更多新嘅機會俾國際投資者。最後鼓勵大家咧係善用喺呢度嘅時間。因為咧呢個意味住唔單止淨係今日留喺中環呢一個會議室，而且仲係可以走到街上面呢嚟到體驗下本地我哋城市同埋我哋嘅風景嘅呢一個吸引嚇。咁而家呢，我哋就開始我哋嘅今日嘅討論，嚟到呢塑造明天嘅策略。多謝，好多謝黃博士。